现代台语版圣经尼希米记第9章，共迄个24，以色列人自执禁食，穿麻衫，散涂粉。以色列的后代甲所有的外族人断绝关系，因拢徛伫认家己的罪，甲因列祖的罪过。因徛伫用3点钟读上主因的上帝律法的册，搁用3点钟认罪敬拜上主因的上帝。利未人耶稣亚、巴尼、甲灭、示巴尼、布尼、示利比、巴尼甲基拿尼，徛伫台顶大声哀求上主因的上帝。利未人耶稣亚、甲灭、巴尼、哈沙尼、示利比、何地雅、示巴尼、比他希雅讲：着起来，称赞上主，恁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上主啊，愿你荣光的名得到学乐，超过一切的上赞甲学乐。上主啊，只有你是上主，你创造天顶的天，甲天顶的万象，搁创造地甲地上的万物，海甲海中所有的。你赏赐性命互万物，天君嘛敬拜你。你是主上帝，有竞选亚伯兰，带伊出加勒底的乌尼，甲伊改名做亚伯拉罕。你知伊对你忠实，甲伊立约。应允将迦南人、赫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亚布斯人、吉甲撒人的土地，互伊的后代。搁实现你的话，因为你是公义的。你有看见阮的列祖伫埃及受苦，听见因伫红海海边的哀求。你知埃及人压迫阮的列祖，你行新业奇事，攻击法老伊的人神，甲伊国内的人民。你就得到名声，亲像今仔日安尼。你伫阮的列祖面前，甲海分开，互因对海中行大地过去。你将对日引河迄伫深海，亲像甲石头迄落大影。日时，你用云条带因；暝时，你用火条照光因着行的路。你降临伫西奈山，对天顶甲因讲话，赏赐因正直的命令、真实的律法、好的规例甲诫命。你互因知你安息的圣日，通过你的仆人摩西用诫命、规例甲律法教示因。因枵的时，你对天赏赐美牛；因喙焦的时，你互石盘出水。搁叫因着去承接你立誓要互因的土地。但是，阮的列祖骄傲自大，疑心毋肯悔改，无听趁你的诫命。因毋肯顺叹，无纪念你伫因中间所做的奇事，竟然疑心毋肯悔改，家己设立领袖，存心悖逆，想要活转去因做奴才的地。总是你是欢喜赦免人，有恩典有怜悯，无快受气，有满满慈爱的上帝，嘛无放杀因。因虽然煮一只牛仔讲，这是带恁出来吉的上帝，安尼大大亵渎你。毋过你有极大的怜悯，无放杀因伫旷野。日时云条无离开因，带因行路；暝时火条嘛无离开因，照光因着行的路。
你想出你良善的神来教示因，无收回你的玛纳，互因无物件通食。因喙焦的时，犹原想出因有水通啉。伫旷野40年久，你养饲因，互因无欠半项，因的衫无破，因的骹无碰拍。你将列邦甲遐的人民交互因，将周围的土地分互因。因得到希实本王西宏的地，甲巴珊王噩的地。你互因的子孙亲像天顶的星遐尼多，带因到你应允因列祖，要互因承接的地。因的子孙入去承接迄个地，你伫因的面前制服迄所在的住民迦南人，将迄个地的君王甲住民拢交伫因的手，出在因的意思对待遐个人。因攻取坚固的城，肥的土地，得到放满逐款好物的厝体，甲开便便的水井。葡萄树、橄榄园，甲真侪果子树，因得到食饱，身躯肥，因为你的大恩，心内快乐。毋过，因竟然毋顺趁，背逆你。将你的律法ฮ็伫脚趾后，因杀死苦劝因归向你的先知，大大亵渎你，所以你将因交伫对敌的手，互因受苦楚。因拄着苦难的时哀求你，你就对天顶喊落听，照你极大的怜悯，互因有拯救者，救因脱离对敌的手。因享受太平，煞搁伫你的面前做歹。你去杀因，甲因交伫对敌的手，受对敌管辖。因越倒转求叫你的时，你犹原对天顶喊落听，照你的怜悯一遍搁一遍解救因。你劝解因，爱因。越转顺趁你的律法，毋过因骄傲自大，毋听趁你的诫命，违背你的命令。人若遵行，就会得到活命。镜头越走硬心固执，毋肯听趁。你宽容因真侪年，你的神通过你的先知劝解因，因犹原毋听趁。所以你将因交伫列国人民的手。毋过照你极大的怜悯，你无消灭因，无去杀因，因为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上帝。但阮的上帝啊，你是至大有权能，通敬畏，守约是仁爱的上帝。阮的君王、领袖、祭司、先知。列祖，甲你的子民，对亚述列王的时，到今仔日所受一切的苦难，求你毋通看做小看。你是公义，你的所做信实，阮所做拢是歹，所拄着的是罪该应得。阮的君王、领袖、祭司、列祖，拢无遵守你的律法。毋听趁你的诫命以及你劝诫的话，因伫因家己的国家享受你赐予因的福气，住伫你所赏赐宽阔肥水的地，因竟然无服侍你，嘛无越转离开家己的歹所行。阮今仔日做奴隶，你赏赐阮列祖即个土地，互因通享受果子甲好物，阮竟然伫遮做奴隶，因为阮的罪，即个地出产的物，拢归伫列王。你设立因管辖阮，出在因的意思管辖阮的身躯甲阮的精生，
阮伫患难中真艰苦。这代志了后，阮心中立约，写做文书。阮的领袖、利未人甲祭司拢签名刊印。